人网的这么多人，咱这地方仔细看，仔细看看。问你什么说什么，使劲想。想了好长时间了，确实想。再想想，问你什么说什么。违法乱纪的事咱不干。我问你想起来没有？问什么说什么。再给他看一眼，想起来。想起，就怕说错了。回来了啊！哎，嫂子，哎，洗个手，一会儿吃饭了啊。老大，我过来帮帮你。娘，师傅您换鞋。哎呦，把那菜端出去了。做这么多师傅菜呢，伺候他。丰盛的这个，哎，还有饺子啊，是的。啊。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，你手机号多少？我给你介绍一个。我没手机。你带笔了吗？啊。别动！干啥？谁呀？警察！谁？警察！我怎么了我？警察！别动！你干啥？